场哈，上一团节目讨论让提到，其实伊个规身都会补哦。不过伊个个产品加工，除了咱会做种椰果哈，做椰的粉哈，做面包的做种甜点以外，还在做那的生活用品利用呢？像先来看团新闻样片的分析。一粒一粒强势嘅牙嘅生产嘅牙嘅水，除睇第一天佢民眾拿來消除嘅好東西以外，其實牙嘅沒有動過嘅附加價值。第188到2000圖嘅碳化爐地杯社會東西，其實就係牙嘅殼經過高溫發發生產嘅活性炭。喺台灣是有21間專門用牙嘅殼批發高利用嘅工廠，用途咪係非常極多。我们所生产的话，就是活性炭的部分。然后活性炭它本身就运用在工业上或是民生上。工业的可能就是处理废水、废气，然后在民生上的就是我们家庭用的滤芯，就是做水处理，我们的自来水的处理，然后再饮用。喺碳化爐地杯，因為化學變化，燒出一地一地太細無可用嘅活性炭，過經過溝到水水、調土加工一條過程，變做一扎一扎太細無可用規格嘅濾芯。不過事實上，一地也係好嘅原料，炸到係啲東南亞進口嘅，用嘅冇利用台灣生產嘅喏。在台灣所產生的這些椰子殼，因為本身產地比較散，所以我們本身要收集不容易，運輸。还有那些收集的成本相对的比较偏高，所以我们都是直接采购东南亚的一个椰子碳化料。啱就表示喺講啲現時台灣牙嘅生態身體平動煙，政府喺個種地天數少牙嘅好，加掉未動煙嘅配合，唔但창조地天數採體啲牙嘅喏，佢嘅技術嘅問題，透過加工高利用，未將台灣嘅牙嘅價值提高，好本恢復，未做地搶無見用嘅。新闻样片底边有讲到青岛牙的种作为利用的方式啦，两个双拿迄种是给它作为滤芯哈，所以可以过滤水质的滤芯哈。了迄包装好的，了迄盲包装的哈，就是椰子炭做这个滤芯哈。那我想再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分署长，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哈，就像我们刚刚影片当中或者现场所看到，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椰子的这个产业链拉长，不只是这个现采鲜食而已，还有其他的生活用品利用。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会纳入我们整个因为现在尽量说不废园了嘛哈，纳入整个配套措施里面来做这个协助跟辅导？就椰壳的一个再利用哈，那我们乐观哈做一些环保使用。那这一部分的话，如果有成熟的技术，经过评估，产业有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农粮署一定乐观其成。我相信在中央包括经济部能源局这一方面等等的各环保署等等，也应该会乐观这样的产业的发展。只要它的发展是有可行性的，这一部分我想只要学术界评估，我们业界也愿意这样来推动，我们农粮署是乐观其成。那如果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科技计划的一个支持的话，我想我回去也会请我们署里在这部分在科技计划能够来朝这个方面来发展这一点做一个说明。好，那个仓口重嘞。有关这个椰子的这个加工的部分，我是觉得这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哈。相信屏科大陈老师、林老师哈。作为青岛达官合作社达龙兄佢们做青岛的啦蔡理事主席然后邱大哥仲有做过的啦，也为也未都输的规身中补啦这冇错。问题迄东西做得稳消费者用到嘛，用到好用嘛，安尼又去推嘛也当去重点啦因为伫各种东西用途很多，可是没有一个焦点，某焦点研究部很乐意来协助啦就是说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来做推广的部分是如果需要我们这边协助研提计划啦或是经费补助的部分，我们都可以来商量或者是说来予以支持。好像我国强教员陈教授是讲，头我讲到
也来故乡都屏东嘛哈，那其实椰子很有可能变成屏东的特色产业了哈。这种两部分有可能给它广了片来做嘛哈，因为偏偏可能冇很多椰子树啊哈，一来到屏东哦，整个屏东平原好多椰子树哦，可以同讲啊，这种都那种有可能转型做第三期的服务业嘛，然后椰的产业有可能转型做观光了部分的我不认为要给转作为问题了哈，因为其实人家给椰子产业哈。任何的产业的发展都是最后都牵涉到全世界趋势都是环保的问题啦。那如果你讲人家巴西全世界只有台湾哦，东南亚椰子很多种吃法哦，你在其他国家只有喝椰水、椰水哦。那为什么人家产业那么高，人家就喝椰水而已？就是因为我跟你讲，人家巴西变质厂，它就是一个企业，就是我就定时收购，那有点收购价格，你保障给农民啊。如果人家有源源不断的提供，连青岛业界都讲一点问题都讲，马个年各种青活动是马个年，都市场上都没讲安尼吼，连一个椰子产销班啊、合作社啊，慢点你整体上慢做青岛，所以跟一个环环相扣吼。你讲一个滤芯哈，我认为那个可能是进口的啦哈。那假设说那个是连台湾作为没对连台湾有帮助哈，说厂商如果是在用台湾的原料哈。所以讲青岛问题，我们那个活性炭哈，活性炭推从9.1大地震，政府有辅导来一个碳化等等青岛工创这个竹子的加工，马个年他就政府的全力去补助，所以等于表示讲，政府假如有主导的世界的哈，农民就会受惠了哈。所以都讲希望政府嘛，回过头来看看椰子将来，假设你有这主导，你上中下游的。一系列你都有一个连结的话，唔会讲冲根本的安尼问题啦。都其实也还可以做清楚台湾人的智慧可以做清楚东西，所以前途上来讲都是就今后的一个可看的一个没问题，安尼小姐。好，不过安尼照一定告诉发来讲，目前椰都台湾并没有列入辅导的这个农业品项里面啦，所以在目前椰农所面临的困境、心态的问题是讲，省立。三手板都没办法哈，那我想请教分享，为什么椰子本身没有列入农业体系这种辅导的这个农作物的品项里面啊？农产品、农作物的种类繁多，也并不是每一个产业都一定要政府的介入。那当然，椰子在过去这段期间来，确实在销售价格上是有大幅的下滑。这一部分，我想。我们农粮署跟屏东县政府都值得来进一步来关注，尤其刚刚我们邱先生提到说，农民的对不知道哪一位先生提到说，政府对椰农的关心，农民无感，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警惕的。事实上，这几年来我们推动的方向，以肺炎的方向，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我们的椰农的需求？那我们今天谈的是椰子王国，椰子的故乡。我们真的要让这个名词消失吗？这是我们值得反省的。所以现在肺源这个方向可能要做调整，或修正。我认为说，如何维系这个产业在屏东的发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想我们在座的人都不希望这个椰子的产业在屏东消失。那由刚刚很多专家。很多我们这个领域专业的人士，包括陈教授、林副教授、我们郑科长，大家所提的有很多发展的方向可以去做结合，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个加工的发展，包括我们整个如何在地产地销的努力，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结合起来。那我们如何让这个产业在屏东维系，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方向。好，这是我在这里值得说，大家刚刚农会总干事很关心，县议也很关心，我们不应该只朝肺炎方向去努力，要如何让这个产业在屏东生根，继续的维系下去，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努力的。对于采椰子这工作这么辛苦那现在没有人去采椰子，可能椰子产业就已经无法维系下去了那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相信的意见？请举手发言好吗？我了解阿伯。我提了安路，本人来成立一个椰子协会，
可以对政府直接对行政院农委会可以反映有的计划。好，还有哪个乡亲对采椰子工人这个有意见的？有没有？哪位乡亲？那个进口的椰子政府要把关，在卫生这个条件方面要定的明确一点。如果有毒的，应当不能到市场去。所以加强这个进口椰子这个在这个对农药啦，或者说这个药品方面这个安全的把关。安全的把关，人民的健康最重要啊。好。我们屏东你看，大多数的椰子都是很新鲜的啊，而且那个椰子壳，那可以，它的纤维可以混化做肥料。这个有机肥料是很好的啦。所以这样废除烧掉实在可惜呀。好，还有哪一位乡亲要发言？这一位，大家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一个问题没有谈到，就是要爬上去摘椰子。可是呢，我们也曾经努力过，跟邱先生。可是呢，那里面有个法条，就是说要有30个有行号才能成立工会。那么这有点困难度啊。那么是不是希望我们上级单位能够说以协会的名字，或者说以合作社的名字，那能够向劳委会去请求外劳的部分，协助我们70岁、80岁、60岁、50岁的阿公、阿姐、阿伯，他们的家庭可以去上面摘椰子。这样的话，第一个也可以保障他们的权益。那在维持椰子王国的名声，应该也可以维持。请教我们分署长，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些椰子农民可以成立一个协会？因为他们要有30个公司行号才能成立工会嘛，显然这对他们来讲有困难。他们如果成立一个什么椰子产业发展协会啦，或椰子协会啊，这种才可能去申请外劳来采椰子因为我们很多外劳都来自于东南亚国家，都采椰子都一把照的但我了解，要成立一个协会必须要有7个县市，一共有30个发起人，这样才能去做登记。那这一部分我是想说，是不是请县政府这一方面能够来辅导我们这些农民来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啦因为我看整个椰子的产区可能就是在南部的县市，可能不到7个县市啦。那是不是有那么多人可以来成立这个协会？这是值得探讨的。但是即使如果说没有那么多县份的人可以来发起成立协会，我们也可以用合作社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加强这一块，结合业农的力量，这是我们值得去努力的这一部分我们也会持续跟屏东县政府来研究努力来办理那如果说这个，我想要刚刚提到说采椰工的问题确实啦，这个爬那么高刚刚影片上也有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个采收的过程那如果能引用外劳的话，可能有助于我们的采收工作，这一部分是可以来研究的啦我们农粮署会主动的来了解说这样的空间有多大，也会跟县政府来做这样的探讨。那刚刚有提到说进口的部分有没有照那个时间去管控跟大家报告我们进口都要向海关申报。那我们的配额的资料在海关要申请的时候，那批文都会经过海关的一个控管，所以一定会在那个时间、那个量来做进口。那最后我们再开放2个机会，台下乡亲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对椰子产业的建议也好，或者说这个什么样的想法是你觉得需要补充的？最后2个名额好不好？我们再请台上来宾一并做结论跟回应。好，这位太太。我们实际的椰农很希望政府设一个椰子工厂，有一个保证价格，让我们农民椰农不会吃亏。现在1公斤1块多，椰农要怎么生活？我是希望政府可以实际的为农民造福。好，谢谢。还有1个名额，还有哪位乡亲要发言的？我希望我们政府要怎么来一斤2块钱的补助我们椰农，
因为我们现在1分地卖的1万块左右，肥料还有就是农药要撒这个草，这个人工其实我们很单薄的这个收入。我希望政府要照顾我们这个盐农，希望这个陈署长，我要重视我们这个盐农，把我们这个今天开会的这个意见都反映上去，谢谢。好。好，那马上请台上来宾做回应跟这个总结。结合我们的在地地产地销的概念，如何把我们的屏东地区所生产的椰子强化推展给消费者来爱用，这是我想我们在这个产业上，我们政府需要去努力的。以上。好，那我想先请教陈教授。很多东西啊，等科技太个屏东科技啊，对高中来可以报过今年的节目去讲的屏东科技啊，听闻帮忙地方嘅社区等可以啊，等很多欣赏，大家来开发新的产品，所以没问题呢。你有什么问题？好，那最后问你验政府了哈。针对刚才整个做一个大概的结论就是说，寒天的时间。俺呢也2个度卖唔出的时间，俺呢先疏放来泼水，由合作社厂或农会下去冻存起来，这个是一个想法了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下去做了？第二个促销的管道了哈，俺呢会透过各个超市系统，或是我们这些也其他嘅促销的通路，俺呢来促销俺的屏东业。再过来也辅导，让俺哋也合作社老嘅3小班的部分，看或是协会的部分，看是不是来能够把农民的这个椰农的这个组织，再重新辅导过，这是整个我们这个屏东县政府想去做的几个方向。感谢台党来宾嘅发言，也感谢乡亲嘅参与哈。假使想是热爱嘅话。台湾国产的係最遲嘅，用白銀也比較粗順的過來嘅外國進口係遲啦啊！像光是新鮮這一點啊，也是因為台灣的國產椰子最重要的一個價值啦哈！像那些也問你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來了解，有機會來到你屏東的話，你也到青葉，你還拄好係屏東的椰嘅產季太水的時節，暑假的時節也講係老料的時節來到屏東的時節，唔記得。聽下來，留意咗你屏東嘅椰，你是最感受到屏東嘅椰香嘅魅力到哪邊？以上今日村民台北感謝嘅收看，也請下禮拜同樣時間持續收聽村民台北，什麼太感謝再會。